请将咱的手机来关机，闭慢心来礼拜，奏乐。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恶乐，依照伊的大怜悯，用耶稣基督对死人中国活，捌中再生咱，来得到活的盼望。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117首，何等奇妙听透。起立，吟全首。
请咱游园徛伫，共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对分长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无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阿坐全能爸上帝大名，伊要你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华命。阿门。请坐。启应文，三角内启应，启应文第47篇，上时也是以赛亚书第49章，上时后面1084页。我来启，请兄弟来。众海士啊，就听我的话。我伫胎里，上主就拣着我。伊予我的喙亲像来刀，搁予我诚做无尖的剑。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犹古我靠上主替我伸冤。我伫体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予雅各归向伊。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之作。”毋若安尼，我要予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国的光。这是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掌管宇宙万面的爸上帝，你有赏赐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无做的羊羔，因为承受被钉伫十字架顶这极大的痛苦，诚然担阮的忧患，背阮的痛苦。伊为着阮的过犯来受害，为着阮的罪孽来受压伤。因为伊受着刑罚，咱得着平安；因为伊受着逼迫，咱得着医治。但伊已经赢过一切死亡的权势，已经告我。阮确信，告我在伫你，性命也在伫你。既然信你的，还久要活。因为你掌握死亡甲阴间的权柄，当你末日再次降临的时，阮拢要伫死里国活，得到国活永远的身躯。这时，阮要为着四位妻子代替重大事故、罹难者、甲受伤者，求主怜悯、安慰因甲家属。阮真正学得明白。为何事故会发生这么突然？人生为什么会拄到苦难？阮真正未得明白，只有求主你怜悯阮。这时也求主你来保守出外兄弟姊妹，因脚步的平安，身体有欠安的，心神软弱的兄弟姊妹，求你来亲自医治安慰因。这是伫阮当中礼拜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伫现场，还是伫线顶的，保守阮出入的脚步，拢有你的平安感动在。也求你借着张传道今日要所传讲的信息，讲明你的真理，
互听甲讲的拢会当白白得到利益。阮将今日礼拜整个的过程对头到尾，完全交托仰望伫你的手，愿你扶持带领。我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圣经来听上帝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到43节，《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到43节，华语第179页，台语和日本第147页。第34节，彼得开嘴讲。但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处人，独独伫逐邦国，既然有敬畏伊的，来行公义的人，互伊欢喜接纳。上帝所寄予以色列子孙的话，对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这个消息，恁知是伫约翰所传的洗礼以后，对家己离去，到遍犹大，就是拿撒勒耶稣，上帝有怎样用圣神甲才能抹伊，伊就世界行，做好事，医好既那魔鬼所压制的，因为上帝甲伊伫地。39节。既然伊伫犹太人的地方，甲耶路撒冷所行的，阮最干净，人就调伊伫查里来害死伊。到第3日，上帝予伊国外煞出现，毋是互众百姓看，是互上帝大圣所竞选为着伊最干净的人看，就是阮遮个伫伊对死人中国外的了后。甲伊三角啉食的人，42节，伊个命令阮传互百姓，干净者个是上帝所立定，做活人死人的审判师。众先知也为着伊最干净，就是见那信伊的人，对伊的名得到罪赦。以上圣经赞美，这是请圣乐队来赞美。伫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记载讲，因为人子来，毋是要测验人，是要互人测验。佮献伊的性命来赎回罪罪的人。主耶稣，伊互人伫圣的免流，因为伊是牺牲的羊羔。伫咱绝望、伤心、痛苦、看无头前路的时阵，咱甘愿看见主耶稣为着咱来破碎，就是要互咱会当享受有伊伫咱生命中掌管的阳光。
圣经诗篇72篇安尼讲，因为送向人求救的时，上帝要救伊；困苦无依我的人，上帝也要救。你的心内是毋是有侪侪重担甲苦难，互你强要袂当喘气？也是有侪侪捆绑袂得透放？就赶紧滚我来，啉捌酒伊会当，互咱心灵得到安息的上帝。伊是各真各活独一的上帝，伊是有权柄会当赦免人的罪的上帝。伊是你甲我的上帝，嘛是全世界人的上帝。
圣经罗马书中说：“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苦难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但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世上一切就得胜有余了。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生道路艰难，我们独自行走，背负所有的重担，并用外在的欢笑掩饰心里的泪水。我们寻找一个避风港，安稳的居所，温柔的臂弯，却不知在哪里能够找到。然而我们却不知，当我们背负重担，我们的神以爱同担。当我们彷徨无助，他领着我们往前走每一步。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找耶稣，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彼得对一个生来是瘸腿的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都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看见这世代需要神吗？你需要神吗？他们眼中流露出
实在担当咱的忧闷，陪咱的苦痛。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恶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Oh
敬拜俄罗，请敬拜团。以赛亚书53章5节这样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你为了担当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这真是何等的恩典！因这十字架的救恩，赐予我们的新的生命。谢谢主耶稣这么样恩待我们，感谢是奉主耶稣圣名的祈求，阿们。黑夜笼罩，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你的信实，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移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让我们再一次回转我们的心意。黑夜笼罩，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我们请弟兄来唱。黑夜笼罩，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你百姓在这里祈求。我们请姐妹来唱你的信实。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
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意，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我们请姐妹来唱黑夜。黑夜笼罩，似乎不见光，阴间绳索缠绕着我们。求你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一百姓在这里祈求。我们请弟兄来唱你的信实。你的信实是我们盼望，你的应许黑暗中曙光。你必睁眼看，侧耳听祷告，这百姓是你所爱的。让我们大声的宣告：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求你转意，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在一次急难之中，急难之中，我们会转向你，你是主，承认你是主。承认你是主。你有感动，你可以举起你的双手。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你是主，你是救我们的主。求你医治，求你怜悯，求你兴起，仇敌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
就退去。我们呼求阿爸天父，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你的救恩必降临这地。感谢主，主啊，你的复活使我们得着了新生命，没有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更感谢主拣选了我们，赐予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是何等的美好啊！邀请大家一同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让我们将我们的心献上给我们的敬拜。你被稳定真正大，你的影子，无论风雨也平静，你拢会做伴。阿们。咱就少年伊的阮，你的无助。在黑暗南边家花，弯路变好去。你的脚印带，予人的拢无煞。哈利路亚！开咱的心花，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路开声。再一次，你被稳定真正大，你的云窗，无论风雨也平静，你拢会做伴。咱就少年伊的阮，你的无助，好在黑暗南边家还。路变好去，你的脚印带，予人的拢无煞。开咱的心花，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路开声一声，好天的路走三家。一直拍，你的脚印带，无论拢无煞。哈利路亚！开咱的心花，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路开声一声，好天的路走三家。欢喜，你被稳定真正大，你的云窗，无论风雨也平静，你拢会做伴。阿们。咱就少年伊的阮，你的无助，好在黑暗南边。欢喜，弯路变好去，哈利路亚！你的脚印带，予人的拢无煞。开咱的心花，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路开声一声，好天的拢。欢喜，你的脚印带，予人的拢无煞。开咱的心花，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就路开声一声，好天的路走三。
掌声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感谢主，阿门，阿门。大家请坐。正道，今日张传道要为咱正道的题目是：我本是不配的外邦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有一个讲道的时阵的一个原则，就是我真少讲起我讲道片以外所有任何的代志。但是今仔日，我特别感谢咱的圣歌队，甲咱的敬拜团所献上的这个诗歌。我伫咧后壁听恁唱诗歌。献诗的时阵，我真感动，流足侪目屎。特别是恁唱到一句歌词，讲当答案不够时，那你因为你刚知影，咱的头壳是真有限的，咱毋是完全的上帝，咱毋是全能全知的上帝，所以足侪的时阵，咱毋知影。迄个答案到底是啥物？尤其是咱拄着困难、拄着破病、拄着咱受伤的时阵，甚至是面对死亡的时阵，咱毋知影迄个答案是啥物。但是拄则圣歌队唱这条诗歌，伊讲：当答案不够时，仍有；当答案不够时，仍有耶稣。咱只要知影一项代志，就是这个答案，咱毋知影，咱感觉。答案伫倒位？到底这个代志的意义是啥物？咱无了解的时阵，咱只需要了解一项代志，就是耶稣甲咱三角地的。我真相信一项代志，就是真做一个圣歌队的队员，也是敬拜团的队员。伊毋是一个记忆力足好，会当记条条才会歌词。伊毋是一个音乐的技巧。足好的人，毋是一个唱歌真好听的人尔。若是伊无对伊的生活当中来敬拜上帝，来敬畏上帝，来听耶稣，伊献诗的时阵，绝对无法度感动人，绝对无法度带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今仔日，我真感谢恁的献诗甲敬拜。当答案不够时，仍有耶稣。当恁在唱这条诗歌的时阵，我伫咧后壁。我心内已经开始咧想，我要安怎来分享这句话，已经会当正做一篇的讲道片。希望未来有机会来甲恁大家来分享。好，即马我正式开始今仔日的讲道。兄弟姊妹，我相信在座大部分的人。你会认同你是一位基督徒，你会当认同你是一个相信耶稣、相信上帝的人，你才会坐伫遮。今仔日我邀请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也是上帝的囝儿这个身份，对你来讲有啥物意义？特别是伫今仔日这个过节的这个礼拜当中。咱每一个人真做一个基督徒，咱应该用什么款的方式，伫平常时咱的生活当中来表现出我是一个听上帝、敬畏上帝的人。差不多10几年前，我认识耶稣无久的这段时间，我伫台北一间教会内底聚会。这间教会内底。有一群真可爱的一个少年人，一群少年人。有一天啊，有一个少年人，伊拄考试煞，考大学考煞。伊的他的数学的这个分数是全国的这个学生当中上悬的榜首。伊伫咧一个聚会的一个所在分享这项代志的时阵。伊感谢上帝，
阿罗上帝，讲这是上帝对伊的帮助。这个时阵，边仔有另外一个姊妹，就问伊讲：你是安怎做到这项代志？你是安怎会当你的分数会当考到遮悬？伊讲这是上帝帮助我的。但是这个时阵大家真欢喜，在讨论这项代志。愈讨论，这个少年人愈来愈开始表现出一个真得意的一个态度。愈讨论，伊讲出一句话，伊讲啊，遐个外邦人，遐个还未相信上帝接受耶稣的人，伊无法度亲像阮遮尔啊巧，遮尔啊高，考遮尔悬的分数。兄弟姊妹，我老实甲你讲，这个少年人安尼讲的时阵，我听了知，心内真伤心啊！兄弟姊妹，你敢有这款态度？过去你敢有这款态度？过去你可曾有这样的态度过？就是你感觉讲，你真做一个上帝的囝儿，一位基督徒，敢若你较悬，敢若你较高，敢若你较比别人搁较优秀。这讲是对的，这讲是应该的。今仔日过活节，我邀请大家来思想，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到底是为什么？到底咱有啥物资格，真做一个基督徒，一个上帝的囝儿？咱来看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记载伫约书亚记第6章的第11节。这个时阵，上帝啊命令伊的仆人，就是约书亚，要去来攻打这个耶利哥城。这个时阵，约书亚伊战争赢以后，发生一项代志。咱看这段经文，各将城内所有的，无论男女老幼、牛、羊甲驴，拢总用刀一尽灭尽。兄弟姊妹，请你注意，这个时阵，无一个人会当活落来。每一个人的性命，拢因为约书亚用刀甲杀死。不只是这勇壮的查甫人尔，连这个耶利哥城内底的查某人、妇人人、老人、细囝，因的性命拢无啊。无毋对，这个时阵迦南地区的人，这个时阵迦南地区的这个外邦人。因是拜偶像、拜邪神的，因是常常咧行奸淫的，因是伫上帝的看做是真罪恶的一群人，所以因得到安尼的处罚，敢若是合理的。但是兄弟姊妹，咱来思想看卖，当时遮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因敢是拢好棒棒，因拢是乖乖牌吗？上帝所讲的，因拢有听吗？无，咱拢知影无。但是为什么这个外邦人拢死啊？而且这是上帝的命令。到底这个外邦人甲上帝的这个选民有啥物款的差别？因的结果哪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么大的差别，到底是为什么？兄弟姊妹，咱来思想看卖。咱真做一个上帝的囝儿，咱甲外邦人到底有啥物款的差别？今仔日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开始的时阵，是因为有一个人，伊叫做哥尼流。哥尼流啊，伊是一个百将。圣经安尼甲讲，圣经对伊的讲法是安尼：伊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伊是一个敬虔的人。伊甲伊的全家做来帮助遮个善车的人，而且因常常祈祷上帝。所以看起来，这个哥尼流啊，伊是一个好人，伊是一个义人，伊嘛是一个听上帝的人。
因为伊对上帝的疼，上帝有一天，互即个外邦人拄着一项代志，什么代志？上帝找伊的天使来对即个哥尼流讲话，讲什么？咱来看卖。天使对哥尼流讲：你的祈祷，你的正直，已经上到上帝面前做纪念。当你着找人去约帕，请迄个西门称作彼得来。上帝因为这个哥尼流的敬虔，因为伊疼上帝的心，伊找伊的天使去甲哥尼流讲一段话，叫伊去找伊的使徒彼得，叫伊去找彼得来，要听伊讲话。相这个时阵，彼得伫另外一个所在，伫要食饭的时阵，伊的身份啊，游伫向外。彼得这个时阵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什么异象？伊看到天开，有气球降落，亲像大八布，摆伫四角头，堆伫地面。内面有地上大堆四脚的兽、虫豸，甲天宫的飞鸟。也就是讲，这个时阵，彼得伊看到这个世上所有的动物。伊所知影所有的动物，伫咧伊的面头前。伊看到以后，上帝对伊讲话，上帝对伊讲：“彼得，你起来，才要将这个动物抬来食。”这个时阵，彼得讲啥？彼得讲：“主啊，断唔通啊！因为这个动物啊，有的是无清气的，是粗俗的。我唔捌食这个动物啊！咱拢知影，伫利未记内底对食物的这个部分，上帝有真清楚的这个界面。彼得这个时阵，伊想到讲，袂用，这当中有一寡动物是我袂当食的，所以伊甲上帝讲：上帝，因为我要遵守你的界面，所以这个动物当中，我袂当逐项拢食。但是第二摆啊，上帝对伊讲：上帝所予伊清气的，你别得掠做是粗俗。上帝让它变成清洁、洁净的东西，你不能把它当作污秽、粗俗的东西。就安尼，这个对话连续3届，迄个气球啊，两边上天去啊。这个时阵，彼得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伊一定唔知影上帝为什么要安尼讲。但是无久以后啊，哥尼流的仆人来到彼得的面前，甲伊讲：阮的主人哥尼流要请你去找伊。当彼得拄到这个哥尼流的时阵，就讲：恁知啊，恁刚知影吼，唔是恁刚知影，恁知影一项代志。犹太人甲别族的人啊，亲近也是来往，本是无合理的。这个时阵的犹太人，因相信伊是上帝，因是上帝的选民，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一群人。伊甲这外邦人是无共款的，所以因的传统、伊的规定内底，犹太人袂当甲这外邦人来往，嘛袂当甲这外邦人亲近。但是啊，彼得继续讲，若是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唔通讲伊做粗俗无清气的。为什么？为什么彼得安尼讲？因为啊，彼得看到这个异象，上帝甲伊讲，这内底所有的动物，无论你感觉、你认为伊是清气也是垃圾，伊拢是我创造，而且我已经通过我的能力。互因变做清气，所以你彼得，你袂当掠做因是粗俗无清气的。彼得这个时阵，所以我受请，无推时就来。答问恁请我是什么意思？
彼得这个时阵问这个哥尼流讲：你请我来要创啥？你有啥物目的？为什么你要请我来？哥尼流这个时阵就甲彼得讲：我拄着这个代志，我拄着天使来对我讲话，天使对我讲，要请彼得，你来到我的面前。伊继续讲，所以我两边找人去你遐，你来遮真好，但愿拢伫上帝面前，爱要听主所命令你拢总的话。兄弟姊妹，你有感觉哥尼流是一个真听上帝、敬畏上帝的人？伊听到天使对伊讲的命令，伊马上去做这项代志，伊马上去找彼得，而且伊马上甲伊讲：我要听上帝的话。你唔通袂记哩，伊是一个外邦人，伊是一个外邦的一个百种，伊唔是犹太人，唔是以色列人。但是伊真顺服上帝这个命令，伊要听上帝要对伊讲啥。这个时阵，彼得开始讲，伊讲：当我知影，当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处人。这个所在，这句话有另外一个翻译，这个和合本，他的说法是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看你姊妹，你刚知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时阵，彼得已经知影上帝透过一个异象，让彼得知影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就是这个世上，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因拢有资格到上帝的面头前，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这个永生的一个应允。彼得，你要知影。唔是你是选民尔，而且什么人是选民，什么人唔是你彼得来决定，是我上帝来决定。我所创造的人，我要互伊做清气，伊就会做清气。唔是你来判断，唔是你来审判。多多伫大邦国更有敬畏伊来行伊的人。互伊欢喜接纳，所以咱会当了解上帝所介意、上帝所接纳的人，有两个条件：敬畏上帝，行上帝的公义。伫罗马书第9章这个所在，使徒保罗伊讲一段话，咱透过这段话来思想一项代志。兄弟姊妹，我的题目是真以色列人。真正的以色列人，兄弟姊妹，你思想看卖，什么人有资格真正的以色列人 ？Hello， 什么人会当有资格真做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罗马书第9章的第6节讲，保罗伫遮讲，因为对以色列厝的。不一定是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人当中出的人，以色列人的后裔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称作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肉体的囝就算做上帝的囝，独独应允的囝才算做后裔。不是把他生出来，他就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只有被上帝所应许、所拣选的。才能称为这个应许的后裔。兄弟姊妹，咱来思想看卖啊！我相信咱当中有真侪人，你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你的阿公阿嬷是基督徒，你阿公阿嬷的爸爸妈妈嘛是基督徒。但是这项代志，敢会使保证你会当成做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敢是我的祖先是一个听上帝的人，我就是一个互上帝竞选的人。这个答案留互上帝来决定，不是阮来决定。到第3日，上帝互伊国话说出现。兄弟姊妹，今仔日国话一个礼拜，咱来思想看卖，上帝这个国话以后发生什么代志？咱来看，
伊国外煞出现以后，毋是互正百姓看。耶稣基督国外以后，毋是互每一个人看，不是 everyone。那毋是互正人看，是互什么人看？是互上帝大圣所拣选为着伊最干净的人来看。毋是每一个人啊，兄弟姊妹，毋是每一个人，嘛毋是以色列人尔，嘛犹太人尔。彼得犹古在讲这个话的是，圣神降临伫见那听道理的人，奉甲的圣徒甲彼得三甲来的，因为圣神的赏赐也降落伫外邦人，就拢奇怪。兄弟姊妹，为什么这个时阵啊，这个门徒看到圣神降落伫外邦人的身上，感觉就奇怪？为什么？我拄则有讲过啊，这个时代基本上因是无相信。圣神的稳定，圣神的充满，会降落伫一个外邦人的身上。因无相信这项代志。为什么彼得会相信？因为彼得看到迄个异象，看到足侪的动物，上帝甲伊讲，每一项动物你拢会当食，因为迄是我互伊真做清气的。这个时阵，外邦人开始创啥？用这个腔口在讲。兄弟姊妹，这样腔口有什么意思？华语版的圣经说，这些人开始说方言。这些人在这个时候开始说方言。兄弟姊妹，讲方言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讲，讲方言是一个信心充满人的时阵的一个记号。当咱看到人开始说方言的时阵，咱相信一项代志。就是信心甲伊三个地地，信心充满伫伊的内面。当彼得看到这个代志的时阵，伊讲一句话，伊讲：这个人已经受到信心，亲像咱一样，是谁会当？是谁会紧地用水甲因行洗咧？这个时候，彼得说啊，圣灵已经降临在他们身上了。你们当中谁有权利禁止他们用水施洗？无人会当做这项代志，因为信心家己已经做这项代志，就是充满伫外邦人的心上。兄弟姊妹，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是倒位的人？你是什么款的人？你是什么人？伫个下统的对下统来看，你敢是一个犹太人？不是，你不是犹太人。那对国家来看，你敢是以色列国的人？嘛不是。那安尼讲，你甲我是什么人？兄弟姊妹，原本是不配的外邦人。你甲我拢同款，咱原本拢是不配的外邦人。兄弟姊妹，有一届，我甲另外一间教会的一个牧师，还佫有一定即个长老甲执事的同工，咱去一个所在，要去参看，咱要办一个活动去参看。迄个所在伫咧新地的青山的内底，新地的青山的内底有一种土产真有名是水蜜桃，恁敢知影？新竹的深山里面有产水蜜桃。咱开车开到这个所在，差不多已经开4-5点钟了。咱感觉真忝。咱看到一间教会，教会边仔有这个水蜜桃的这个长园，咱就伫遐咧休困。休困的时阵，阮伫遐拄着这个长园的主人。这个主人是一个教会内底的兄弟，但是啊，这个主人，这个兄弟，伊的脚已经无法度阁行路啊！伊是一个身障人士，伊坐伫轮椅的顶悬，但是伊悠闲伫遐做工课。啊边仔有一位姊妹，应该是伊的太太，伫咧边仔帮助伊
因两个翁仔某来经营即个仓园来趁钱。我看到即个兄弟的时阵，我真做一个传道人。我感觉我应该去伊的面头前为伊祈祷，为伊压手来为伊祝福。我心内想讲，我一定爱做这项代志。袂当我有这个感动，但是我当做这个感动是无。所以我想讲，我一定爱帮伊祈祷，我一定爱帮伊祈祷。但是啊，这个时阵，我边仔这个牧师，甲我同齐去的这个牧师，伊无去到伊面头前为伊祈祷，可能伊无这个感动，也是无想到，伊无做这项代志。兄弟们爱知影吼，若是这个牧师伊无做，我就歹势做。吼，这是咱一个伦理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我就想要帮伊祈祷，但是我无去做这项代志。后来啊，甲阮同齐去的遮个张集的同工，因就去买因的水蜜桃，买足济，因要炸转去，分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但是我甲这个牧师，阮因为无想要，应该是无想要开搁较济钱，所以咱无去买这个水蜜桃，咱就伫外口咧等。等一段时间以后啊，内底即个兄弟，即个头家，伊就甲我话，伊讲：牧师，啉入来，牧师啉入来。啊，因就用两个真水的即个鸭仔，缀两鸭的即个水蜜桃，要互我收起来做礼物。这个时阵我真歹势，为虾米？兄弟姊妹，我本来要去替伊祈祷呢，但是我无做这项代志啊，我啥物嘛无做啊，我徛伫遐，只是无注意，互伊知影我是一位一个传道人安尼。但是这个兄弟啊，伊真坚持要将这个礼物要互我就甲讲，袂使啦，我真歹势接受这个礼物。我直直讲歹势，我袂当接受。但是啊，这个兄弟讲一句话啊，真重要。我想，我一世人拢会记住这句话。伊讲：你一定爱接受。为什么？因为阮奉献予传道人，阮会得到更较大的祝福。兄弟姊妹，我倒是甲你讲。这应该是我一世人当中感觉上歹势、上见效的一个时刻。这个礼物我一定要接受，因为这个兄弟伊相信，伊若将礼物给我，伊会得到更较大的祝福。我当然知影，咱伫教会当中，有时阵人会教导讲，咱若是听传道人，咱若是将咱的金钱奉献予传道人，阮会得到祝福。我知影这项代志，但是这个兄弟将这个礼物摕予我的时阵，我什么话嘛讲袂出来。我随跪落来，我随用我的一只脚跪落来，将我的手放在伊的脚头为伊祈祷。祈祷的时阵，我家己流目屎。不是因为上帝听伊那尔，是因为上帝任命我这个人。但姊妹，你敢知影？少年的时阵啊，我家己少年的时阵，我从来毋捌想过，家己有一天有可能会当成做一位牧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我原本是一个完全不配的外邦人。最后，兄弟姊妹，我要用一段我真介意的一段祈祷文来带大家来祈祷。但是真歹势，这段祈祷文毋是我家己写的，所以我无法度用台语。带一
等者我会用华语，咱祈祷的方式就是我读第一句，请恁大家读第二句，安尼敢会了解？好，咱这是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在向大声嚷嚷“我已得救”。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比你高一等。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在显示自己很强壮。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在吹嘘我的成功。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以为我什么都知道了。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在宣称我是完美无瑕。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依旧会感到针刺般的痛楚。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在评价、批判身旁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说：我们的祷告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三个来吟圣诗，圣诗第374首，听见救主出声得救。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奉献，这时请黄慈伟、邓亚忠执事来书献。请起立金号的是。报告，伫报告的提升，咱来读今日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读2遍。这就是讲，毋是肉体的囝就算做上帝囝，独应允的囝才算做好的。罗马书第9章第8节，请。毋是就算做上帝的囝，独应允的囝才算做好的。罗马书9章8节。请掀开周报第1页。后主日4月11日，2场的礼拜，华语礼拜甲台语礼拜合并。迄天要来举行临时和会牧师的选举，所以时间是伫9点半开始，请咱特别来注意。教育部的课程甲主日学，请咱家己来看。第2页。周间的聚会嘛，请咱家己来看；教会小组的聚会嘛，请咱家己来参考。掀开第3页，奉的明细，请咱家己看。设施有错误，请向中级来更正。第4页，消息报告。本主日，今日是国外节的主日，主已为咱承担一切过犯。咱一同来领受甲纪念。第2点，4月份的长节，第月长节长老是林正章长老，执事是刘泰山甲萧素娥执事。第3点，主日礼拜结束，第701要召开教会小组长的联席会，请各区的区长。小组长爱出席来参会。第4点，奖学金的审查要伫中昼12点伫703教室来召开，请审查委员出席来参加。第5点，4月份的中执会该做线上的报告，线顶的报告。第6点，
后礼拜临时和会有公布2021年会友的名录，公告伫咱4楼的公布栏，请咱家己去看。若是有错误，请向办公室来更正。第7点，今日有发放下半年度的行事历、团课小组的聚会表，请咱相关的人员伫5月初9进前交回办公室。后主日4月11日，第一点再一次来强调吼，后礼拜主日2场是合并伫9点半开始礼拜9点半，并召开这临时会会，办理聘任吴妇人牧师这个选举的事宜吼，所以敬请咱在座的会员爱来出席来投票，看重上帝和通教会这个恩典。并且请咱兄弟为这个代志来关心代祷。若是你真正也有代志，无多出席来参会，请事先向各区的区长，也是小组长，也是向办公室来请假。敬请咱来特别来注意后礼拜这个事工的部分。第2点，后礼拜后主日9点，请小会员伫7课日。要召开小会。教会消息，第1点，今年2021年教育部有推动全教会有小组团课主日学，要来做圣经的速读一年内底要来读完规本的圣经，时间是有定伫咱4月份开始，到明年的3月底。进行的方式。第1点是每一天来读4章咱的圣经。第2点，请咱就是家己准备一本的这笔记本读完每章了后，抄写1节的这个经节做咱的金句。第3点，伫一年了后，就是咱的这个年底到3月底完成教会来奖赏1份的这个礼物请咱。来特别来配合教育部推动这个读圣经这个活动。第2点，4月到6月的新安讲，若是有需要的，请咱到办公室来领取。第3点是有关防疫规范，请咱家己来看，并且来遵守。第5页，教界消息。第1点，新德中会商业部要举行国内3天2夜的这灵修的旅游，详细办法有伫公布栏，时间、地点、费用、报名方式，请咱家己来看。第2点，2021年北区属灵家长的训练会，时间、地点甲报名费，请咱家己来看。第3点，妇女事工部庆祝母亲节。有一日的旅游甲关怀小型的教会，富冈的荣耀教会时间、地点甲费用请咱家己来看。具体消息，本会柯阿米丢老娘因为这个脑部这个栓塞目前是伫圣保罗来住院治疗，请兄姐来关心代祷。第2点。为着4月初2台铁这个太鲁阁号的事故，罹难的这个家属也是受伤的，会当得到安慰甲代祷，请咱特别为这个代志来关心代祷。其他消息，合作社伫今仔日礼拜三第7空日教室要召开，请李干事出席。这时要来举行4月份的这个庆生会。我伫遮就无过念，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咱4月份的受请会当来到台前来受祝福。4月份的请咱来到台前。敢无4月份的吗？4月份的受请有无？请来个台前4月份的。无紧来，请来个台前好无？
我无一一个念这个名啦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一个吗？这内底有真侪位哦。咱这是来为因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竞选在场的这个兄弟姊妹，诚做上帝国的囝儿，通过你国外的稳定甲能力，因会当赢过这个世界，会当赢过对峙的这个试探。会当成做一个上帝的囝儿，阮只是祝福因，互因厝内的家人，嘛会当有一天，伫众人的面头前来宣告，伊要甲伊、甲上帝你做一个约定，成做上帝的囝儿。阮同声的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只是来对因讲，祝恁生日快乐。好，补充报告，咱的礼拜线吼，伫咱门口吼有发放这个复活蛋吼，请每一位吼会用去摕一粒吼。另外补充一项，第6页有关吴妇人牧师的简介吼，咱后礼拜要来选举吼。所以咱特别吼，会当来参考这个简介部分吼，而且就无够详细吼来投影片吼，咱就好，无咱就播放一下好无？详细内容咱会用看第6页吼，这有一个简介吼。我伫遮过来提醒吼，咱后礼拜几点开始？咱的礼拜9点半吼，上时要来选举吼。请张传道来补充报告。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咱中间有2位新朋友哈，是林若萱姐妹，还有罗文祥弟兄，可以请你们跟我们挥挥手吗？好，我们用掌声，请坐，请坐，请坐。传道在这里代表桃园教会，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也欢迎你们日后可以在礼拜天或礼拜六来参加我们的礼拜。好，这是来上映圣诗第390首，何老天父万福本源上映线，请传道出道。请起立。
这是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上帝的疼痛、圣心的感动，甲因带，甲恁众人三个地地，为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天国未倒。平安日，请咱彼此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